我今日咧就教大家啦，就將一部座台機嘅機箱，將佢變成可以周圍拎嘅機箱，周圍行嘅機箱。咁有咩好處咧？做咗之後，咁樣咧你可以好方便咁樣將呢個機箱啦拎去啦，修理啦。譬如有啲電腦嘅技術問題唔識啦，就可以拎去問人啦，甚至乎拎去做啲分享啦。咁點做啊？第一件事梗係先要買一個咁樣嘅手抽啦，啲手抽好平嘅啫，10零廿蚊嘅啫。咁跟住咧就要買一個咁樣嘅工具啦。呢個工具咧，佢主要咧就係將一個螺絲帽啦，就夾咗喺呢個鐵板嗰度，因為呢啲機箱嘅鐵板又好薄嘅，所以咧一定要有呢個工具夾一個螺絲帽喺度嘅。咁當然梗係唔少得電鑽嗰啲啦。嗱，咁我而家就開始轉咯喎。嗱，其實好快嘅啫，幾分鐘就做完晒㗎啦。幾分鐘你部電腦咧就可以周圍拎㗎啦。我第一條先啦，第一個窿搞掂咗啦，好快嘅啫，打一聲，第二個窿又搞掂咗啦。咁樣啦，就係話一陣間咧，我可以俾大家睇下轉完咗幾個窿係點樣㗎，可以鏡頭影俾你睇睇，咁你大家望一望嗰4個窿。哦，完成咗啦，可以睇睇嗱，大家睇睇呢4個窿，嗱就係咁樣啦，就係咁跟住我咧就係將呢個帽啦就夾喺呢個機箱嗰度啦。我點樣夾咧？我而家第一件事咧，俾大家睇睇啦，4個窿喺度啦。咁我點樣啦？呢個螺絲帽夾落去啦，一個工具，我將螺絲帽夾落去，睇住呢個帽啦，一夾，第一個螺絲帽就完成咗啦。咁咧，我第二個帽咧，我點樣裝落呢個工具度啦？而家又可以睇下咯喎。嗱，我第一步咁樣啦，就係裝咗落去，咁裝咗呢粒螺絲帽夾冇喺呢個工具度啦。咁我又做夾第二粒咯喎，好容易嘅啫，一夾又完成咗第二粒啦。其實個速度同頭先轉窿嗰個差唔多時間嘅啫。咁跟住咧，我又做第三粒啦。第三粒一夾。又完成咗啦。其實咧，可能大家睇得唔好清楚，因為我嗰部手機咧就係 E65嚟嘅啫，唔係一啲好高級嘅機嚟嘅。我遲下啦，將會再拍多啲方面嘅片俾大家睇嘅，即係有唔同種類嘅製作，咁令到大家啦就會可以知道啦，即係可以叫做一舉反三，大家可以做多啲方面嘅嘢，方便自己。全部完成晒啦，咁完成晒啦，咁我咧就將個箱咧反翻上嚟。咁我而家就裝個手抽咯，喳一聲就搞掂㗎啦，好快嘅。咁咧我咧就將呢個手抽，我就將佢咧擺落嚟啦，擺落嚟啦。嗱，收咗螺絲，先將幾粒螺絲固定咗喺度先。咁我就，如果你當然攞電梯啦，就會更加快啲啦。嗱，我而家嗱，
經接近完成階段啦，好簡單嗱，其實就已經完成咗啦。嗱咁好啦，咁樣嗱，你望一望我拎起佢啦，咁呢個機箱就可以周圍拎啦，周圍拎啊，周圍拎，周圍拎，周圍拎 ，OK 就咁樣啦，大家再見。